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有個對流窗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擺4至6人飯台，客廳嘅地方一邊擺電視櫃，一邊擺梳化啦。前邊就有個露台，可以欣賞附近嘅山景，亦望到內園。廚房係梗廚，有爐頭、焗爐、抽油煙機同埋雪櫃。洗手間有燙衫板同埋洗衣機，幾缸設計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外，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就係翠綠嘅針衫。大啲嘅房間放完雙人床，亦都放到高身衣櫃。呢邊有個工作平台，可以做啲曬浪嘅工作，對住翠綠嘅內園同埋山景。